自己同老師講返，唔關我事。哦，你打媽媽，你唔錫我，我唔要你啦。我俾最後5聲你，5、4、3、2、1。大家有冇發現頭先嗰幾句説話，好似喺邊度聽過，或者自己都曾經講過呢啲説話？同小朋友相處，究竟點樣先至係做得比較好，唔會傷害到大家親子嘅關係呢？以下落嚟，我哋都有啲例子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咁樣寫啊嘛，咪講咗好多次咯。係咯，你咪整巢佢咯，唔好做啦，唔識做唔好做，你自己同老師講返啊，唔關我事㗎。我唔識啊，我唔做啦。如何好好說話？媽咪見到你而家都好唔開心，好猛，諗咗好耐都做唔到。但係將工作紙唔係用嚟揸巢佢，支筆都唔係用嚟掉㗎。如果你好攰，我哋可以去飲啲水，或者我哋去洗手間洗下塊面，行個圈，再返嚟繼續。媽媽會陪住你。記得一陣去玩具店，只係睇玩具，我哋唔會買㗎。媽媽，我想買呢把劍啊！你屋企都有啦，同埋我哋今日講咗唔會買玩具。我要買啊！呢把劍同屋企嗰把唔同㗎，我要買啊！都話唔買咯。買啊！我一定要買啊！哦，你打媽媽，你唔錫我啊，我唔要你啦。如何好好說話？媽媽知道你好想買份玩具，但係聽到冇得買，都覺得好嬲。但係媽媽唔係俾你用嚟打，你可以揀留喺度玩多10分鐘，或者依家我哋返屋企，你揀一份想玩嘅玩具，我同爹哋陪你一齊玩。夠鐘啦，收好玩具，要返學啦。你仲唔快啲？我俾最後5聲你啊！5、4、3、2、1，我走啦。媽媽唔好走啊，等埋我啊！如何好好說話？媽媽知道你好想繼續玩呢啲玩具，但呢個時間係要準備出門口返學。你選擇我抱你出門口，定你自己行出門口？也許孩子出現有情緒，不一定是故意鬧事，而是在表達他們需要爸媽的理解和陪伴。透過辨識孩子的情緒，明白孩子當時的感受，給予同理，幫助他們學會更了解自己。設定合適的限制，給予選擇的權利，讓孩子學會自控，亦從而建立自尊感。